寶業路位於廣州市海珠區，佢曾經就係廣州宵夜文化嘅一個標誌性符號，係無數廣州人同旅客深夜揾食嘅勝地。咁每當夜幕降臨，特別就係深夜11、12點之後啦，成條寶業路先至係真正甦醒，變得人聲鼎沸，燈火通明。曾經嘅寶業路兩邊密密麻麻擺滿晒露天嘅台凳，人潮湧湧，喧囂嘅叫賣聲、食客嘅傾偈聲、廚房嘅炒鑊聲撈埋一齊，構成咗一幅好有生命力嘅廣州市井生活畫面。空氣入面彌漫住燒烤嘅焦香，鑊氣十足嘅炒牛河香氣，各種海鮮同粥嘅味道。咁呢種獨特嘅煙火氣先至係寶業路嘅靈魂。咁寶業路嘅美食呢，就係以粵式大排檔為主打啦，兼顧各地風味。特點呢，就係新鮮熱辣接地氣，尤其呢，就係潮汕風味嘅蝦蟹粥啦，粥底綿密鮮甜到爆，係每台必點嘅。咁烤生蠔、烤元貝、烤雞翼、烤茄子，撒啲蒜蓉同辣椒粉，絕對就係送啤酒嘅最佳搭檔啦。咁乾炒牛河、豉椒炒花甲、爆炒田螺呢啲呢，講究嘅就係猛火快炒，鑊氣十足。咁啫啫黃鱔、啫啫腸粉上台嗰陣咧，仲吱吱聲，香氣撲鼻。小龍蝦、酸菜魚、炭滷雞煲呢度通通都可以揾到，滿足晒唔同食客嘅需求。咁寶業路咧，唔淨係一條食街嚟嘅，更加係一個重要嘅社交場所。後生仔唱完 K、睇完波，會習慣性轉場過嚟寶業路飲杯酒、吹下水、傾下人生，亦都好多一家大細一齊過嚟享受夏日涼風同美食。佢承載咗好多廣州人嘅集體回憶，亦都係好多人心目中廣州不夜城印象嘅直接來源。咁後嚟隨住城市發展同埋配合城市更新規劃，海珠區喺2023年對寶業路進行咗徹底嘅綜合整治。曾經嘅露天大排檔被清退，好多知名老店要麼結業，要麼搬走，要麼轉型做室內經營。寶業路係廣州宵夜文化黃金時代的一個縮影，佢代表咗嗰個充滿市井煙火氣同人情味嘅年代，係草根美食同深夜社交嘅天堂。佢嘅變遷係城市發展進程入面嘅必然結果，體現咗保留傳統特色同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之間嘅平衡同取捨。咁雖然嗰個熱鬧到爆嘅寶業路宵夜街已經成為咗歷史，但係佢嘅歷史同埋味道依然留喺無數人嘅記憶入邊。